有人讲，我的头壳唔知影每一个小社会，你莫乱猜啦，因为我家己人都唔知影啊。迄种人是我，我也是迄种人，定定往前走，唔知影是个社会。慢慢，我会感觉思想就会想这画面会落心。是不是觉得我的声音和画面都有了质的飞跃？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普拉斯。我靠，你这混的还不如我呢！切，我靠，你光自己抽啦？你把烟给我啊！妈的，什么惯老板啊！为了这22K，我天天拼死拼活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好了啦，晚上跟我去玩啊，找了2个正妹，那一个比一个辣啦。这很辣呢，哇，有够屌的。不过算了啊，靠，怎么啦？我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怎么了？还是要出去爽一下啊！妈的，家里钱都是他管。我去了，别说荤的，素的吃不吃得到也不一定。干，累呀，吃碗盐辣嘞。出去玩都不管。真的是，有没电话喂，好啊，那等会儿去哪儿呢？可以啊，那等会儿见啦。你不去，那我先去了。你知无？走啊。刚才在我旁边这位，从高中开始，我们就是在一起的。我俩是麻吉啊，但是自从毕业之后，我就不像他这样有如此大的冲动去对待生活。我不这样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靠背。
哦，我看到了，只是我没有回你而已啊。怎样？那我现在工资也没有发，对不对？之前的钱你也是买其他包包之类的。那我现在真的没有钱，要不我们等到下个月好不好？嗯？喂？干！妈的，电话直接挂掉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我在工作的地方又升职了。假的？当然真的啦，不是说那什么部长要离职吗？那你的名次比我好很多啊。然后我就跟上面的人讲了讲啊，那还不是信手拈来。那祝你万事大吉。无聊门哇，你喜欢相机吗？当然，以前喜欢过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不是因为不爱了，只是因为我现在手上的不是爱好，而是工具，是用来赚那微不足道的22K 的工具而已。所以我会讲把自己听啦。不过你知道吗？这个金星呢，真的很堵然，过不下去了，就放弃好了。做饭吗？他妈冲三小，你要什么东西？靠背啊！我想换个镜头，我一直想换，我都没有钱给我自己换。啊，我每天给你买包，是我说要做吗？啊，干你娘的，我说要重一点是吗？要分手是吗？好啊，放啊！干你娘，挂电话啊！鸡掰！喂！操你妈，真挂电话！哦，你看远那么远。分手啊！干你娘嘞！什么货都有。分啊！就当老子养了条狗。干！靠背啊！啊，你说分手就分手。什么玩意啦！干你娘嘞！看你娘！最后，我还知无，这个鲁瑟的普拉斯，袂是升职加薪啦，伊袂是查某人。啊，你就知道，你今仔好好原地读书，就袂歹了。所以，这个鲁瑟的普拉斯就是这样。靠背。
My love is a storm. She doesn't wait for me. And now that she's gone, I fear that she'll never be back in my arms. Oh, well, she held me tight, and I just might be losing. When the rain comes down, the clouds will roll, Lord, and the wind will blow. You are my undertow, caught in a riptide, and I am currently in love with you. My love is an ocean. She glides like a seagull. She is the potion that makes me emotional. She is a song that the wave sings.